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廈租售數據同埋矚目買賣成交。10月份商廈買賣成交宗數約52宗，按月下跌8.77%，按年下跌23.53%。成交金額約78億4078萬，按月上升380.26%，按年上升340.26%。至於租賃方面，10月份嘅商廈租賃成交宗數大約473宗，按月上升2.38%，按年下跌12.89%。成交金額大約4234萬，按月下跌7.49%，按年下跌30.78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10月份港島區整體空置率12.52%，按月下跌0.32個百分點，按年上升0.18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港島各區嘅數據。嚟到九龍區，10月份九龍區整體空置率15.04%，按月下跌0.25個百分點，按年上升1.56個百分點。跟住睇下九龍區各區嘅數據。我哋再睇下10月份5大矚目商廈成交。第5位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35樓07室，面積大約1100平方尺，成交價約185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16818元。第4位，油麻地置富商業大廈全棟，面積約14497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6068萬，平均尺價大約4186元。第3位，太子安康寧商業大廈全棟，面積大約17719平方尺，成交價約95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5361元。第2位，觀塘四洲集團中心32樓全層連平台，面積約14889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1億3000萬，平均尺價大約8731元。第1位，銅鑼灣港島1號中心21至35樓全層，面積大約30萬平方尺，成交價大約72億，平均尺價大約23900元。想睇到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登入我哋嘅中原工商鋪網站。